呢度係娘娘嘅電話留言信箱，請選擇語言。英文請按1字，韓文請按2字，日文請按3字，台語請按4字，國語請按5字，廣東話請按9字。咁怪嘅，唔理啦，9字啦。對不起，娘娘最近軍事繁忙，不過你放心，娘娘一定會做到最佳。娘娘從來都冇故意冷淡過你，希望你個聯絡人為大家姐，請你遲啲再打過嚟啦。吓？公事繁忙，咁唯有一陣就打個俾佢啦。講廣東話仲學人做兵仔？哇！頂又係佢，唔撚係啊！成再玩多佢一次。呢度係娘娘嘅電話留言信箱，請選擇語言。英文請按1字，韓文1字。請選擇每月嘅收入，多於4萬請按1字，3萬至4萬請按2字，2萬至3萬請按3字，少於2萬請按9字。1字。請選擇住宅嘅形式，豪宅請按1字，私人樓請按2字，居屋請按3字，其他請按9字。豪宅就豪宅啦。請選擇技能，隨傳隨到，支付娘娘日常嘅使費，請按1字。解決娘娘學習上同工作上嘅問題，請按2字。做娘娘嘅發泄工具，請按3字。與以上技能符合嘅，請按4字。如未能符合以上技能，請按9字。呢啲當然可以做晒啦，做得多仲得添。哇！頂唔係啊！喂，你不如幫我播首歌啊！吓？咩歌啊？唉，是但啦。我哋依家正在處理你所提供嘅數據，請稍後。2 hours later. Hello, Captain. Now we are going to call the goddess. Please wait a minute. 予以填妥表格，請按1字；如未能完成，請按2字。吓？要填表格㗎，我仲要填。請盡快填妥表格，咁樣娘娘先至會接聽你嘅電話。請你填妥之後再打過嚟啦。Yes， 搞掂。A few moments later. Hello, Captain. Now we are going to call the goddess. Please wait a minute. 如已經填妥表格，請按1字。如未1字。我哋而家立刻接通娘娘嘅電話。我屌你咩？聽電話啦你！屌你！喂，文靜啊。你咪咁撚多性幻想啦！為咗要我聽你電話，你可以去到幾準？我從來都冇諗過唔聽你電話咯。不過而家會啦，我真係怕咗你。邊個有頭髮想做癩痢啊？有女朋友就唔使做兵啦。有幾多個真係可以好似男神周柏豪咁靚仔，可以有咁多女喂喂啊？雖然有時啲男仔對娘娘好愛慕嘅時候，真係幾煩嘅，但係其實佢哋都係想得到娘娘嘅注意啫。你唔接受，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咁拒絕，但唔係用一啲傷害人嘅說話去侮辱人。
屬於天下之兵劑，如亮亮壽星精果。我係導演。瞓啦，柒頭。咁可以啊，得